天父安家。送你后面，迄个经以后是永在，水的家庭。冤家是有头，这有主，我应该来去厝的迄个莲下玲，你轻易走。情不留，我定为你一命休。问你怎忍受双手，你敢会做我保护袖？恨我美情啊！拜名师，恨我心无好功夫。玉杀天差，待为先父。可你中义，将伊渡。你讲，紧起来！你讲，你听我讲，过日因为太死真正贵，根本就毋是连庆瑶。也搁有你大姐，敢毋是有讲过，你若爹要死的进前，嘛搁有讲，指认迄人是冒充的啊。也毋过，你大姐也有讲，连庆瑶伊家己承认，伊精通易容术啊。我实在真想袂晓，连庆瑶，伊是安哪会要杀死钱这贵的？这有啥物想袂了？分明是连庆瑶识破你的阴谋，伊知阮爸囝要帮助你暗算你，所以伊才会先下手为着来害死阮阿爹。
师傅，师傅你等啊，师傅你等啊，师傅真忝啊，来，来再坐。对，你甲以后我紧坐。这以后这款工课拢互阮做就好。师傅，来，请用茶。你真忝啊吼，师傅，你来师傅，什么人是恁师傅嘞？哈，你真想影无爱收阮做徒弟啊？我这少年收什么徒弟？阿哥，阿斗的我，生来文不济，细汉死母又死爸，迄18岁，迄一年就出嫁，嫁予阮某阿曼的迄个赤白白，哈，互人招的红婿无地位，逐工就看某咧发好位，我为着要做一个男子汉，毋才会离家走去西陵山啊，西陵山。师傅啊，我去西陵游庙寺，谁知影去撞着这颗流浪梨。阮臭味相投见兄弟，深山古庙得着天师，学得顿法世小见，以为讲我本领气通天。迄一日去撞着公主啊你，唉，才知天外也有天啊，也有天。公主你不但武艺好，正派劫义你大英雄，我诚心诚意跪礼拜。你毋收徒弟，收奴才呀，收奴才。奴才。嘿啦，公主啊，非定吼，阮都足尊重你的，就是啊啦。啊，你若无爱收阮做吼徒弟啊，无要紧，阮甘愿做你的奴才。啊，都永远拢会当对你的尻川头来甲你服侍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对啦，啊，阮只要若会当跟随伫你的身躯边，安尼阮就甘愿啊啦。拜托啦。好啊，既然恁若诚心诚意伫要跟随我，莫讲是师徒，也是主仆，斗阵像做好朋友兄弟就好。哈，小姐，哎呀，多谢啊。公主啊，足感谢你安尼吼，无啥气焰安尼，将阮两个人当作是家己知己的朋友。伊是讲吼，讲早咧讲啦，以后我阿上啊一向吼，绝对为着你吼，就是讲我会去互人安尼甲我督做10外赞吼，我也绝对心甘情愿。对，无论是上刀山，还是落油锅，阮吼也绝对去的啦。公主啊，嘿，我看你这2天吼，敢若安尼心事重重。吼，我知，是毋是迄个啥物四少爷迄个得罪你？对。啊，一定是的啦。若是讲迄个什么四小的吼，哼，我有哪看伊足袂顺眼的啦。啊，毋
上啊吼，阮两个拢有学顿法。上啊，哈，行，来去甲伊教死一个。阿叔，哎呦，毋准你两个人无咧。哈，无咧，你知影伊是啥物人？毋知咧。啊无伊是咧偌大？伊是四王子文静。啊！杨凤姑娘，你是咧看啥物？四少爷，你的相貌实在是不平凡。哦，有啥物不平凡？良颜准正，必然是帝王之相。你毋通信口胡说，小心犯下欺君大罪啊！我杨红自细我的眼光是袂唔对。四少爷，你的祖上绝对无可能是漂洋过海的珠宝商。要若安尼，我的祖上是要做啥物代志？四少爷。相法何必全解开？你想我有求无准，我在这类情之准，做的无对旁人讲，望求金桥来疏风。四少爷，求你赐我方福。今仔日的代志，我绝对袂向别人讲。既然你有这种眼光，也算是你教我有缘。好，日后我若登基为帝，我就封你为妃。谢万岁。
退啊！退！李公主，奇怪，你到远洋楼，是毋是要找我？为什么毋光明正大去找我？你这身夜行衣的打扮是真容易会互误会讲你是刺客。我嫌就是专工准备要去做刺客，甲我斗阵卖个迄个钱术，去互人害死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？若安尼讲，凶手正是你。白痴，凶手毋是我。你甲钱顺有熟识？我甲钱顺的查某囝未讲，虽然是熟识无偌久，也毋过阮两个人情投意合，敢若亲像亲姊妹共款。奇怪呢，那安尼，请你甲伊未过讲，请伊忍耐一段日子。在我林庆尧还未离开杭州以前，我一定要替伊报仇。莫非正是有人冒你的名去行凶？无错，而且受害无辜者不只是钱顺一个人，同样我林庆尧也不只是你甲伊未过。以后更加搁较侪人，从阮痛恨我、误会我。虽然这条路是真歹行，我一定要甲伊行到完，一步我就唔退。林公主，为什么你？奇怪咧，如果你若相信我的话咧，你就莫阁问，日后一切你就一定会明白。我相信你所讲的每一句话。